大家好，如果你喺按揭期喺未來1年內就到期要續期或者想轉按，千祈唔好聽之任之。你收到銀行封信，只係佢哋想輕鬆收客嘅第一步。我哋而家要教你點樣用主動策略，一年睇返幾萬蚊。好多人以為夠期自動同自己銀行續就係最方便最着數，錯啦！你收到嘅 offer 叫做公開牌價，銀行預咗你會冇接受制。所以呢個 offer 往往留咗好多議價空間，唔係佢哋嘅真正底線。留意返，目前加拿大央行嘅政策息口係2.25%，我哋正處於減息週期。如果你只係因為驚息口升而盲目鎖定一個5年嘅高定息，你未來好可能要承受高昂嘅罰款先可以重新轉按。咁啦，我哋嘅3步實戰攻略，第一步，提早報告，喺你到期日120日前就要揾我哋。呢個時間點，我哋可以幫你鎖定一個免審批、免費用嘅最低息口保證 Rate Hold， 呢個就係你同銀行談判嘅最強籌碼。第二步，貨比三家，逼銀行讓步。記住，要先利用按揭顧問嘅網絡，從市場上20幾間銀行同財仔度揾出真正嘅市場最低息口。睇住呢個 offer 返去同你現時嘅銀行講，你跟唔跟到呢個價？佢哋為阻留你，多數會俾個貼近市場嘅隱藏底價你。第三步，定息年期選擇。喺現時減息趨勢之下，我哋一致建議3年定息，因為5年定息嘅利率通常都貴咗，冇計入咗太多未來風險。3年定息可以鎖定短期穩定，完美將你喺下一次續期推到2028年。預計到時嘅息口環境會更加理想。唔好再簽你銀行寄俾你嘅公價 offer 啦，主動出擊，策略性咁部署你嘅按揭，先至係你喺加拿大嘅錢嘅真功夫。想知你嘅3年定息可以低到幾多？立即上 liverate.ca 揾我哋免費咗你嘅個人化續期轉按攻略。